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2月1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过年后第一个上班日，台南市政府上午分别伫民治、甲永华市政中心举行新春团拜。市长黄伟哲除了为了过年期间轮班执勤的警消环保等当年的辛劳以外，嘛再次强调交通改善甲治安的维护是优先的事情，要让民众有明显的感受。市府上午伫民雄高乡集团闹热喜剧演奏城中举行新春团拜，包括以及主管甲一市府的员工，嘛拢互相恭喜，气氛相当的热烈。会中市长除了感谢过年期间无休困、照常轮班的当年辛劳，嘛再次强调交通改善甲治安的维护列为市政的优先项目。特别过年期间，观光人潮倍速成长，甲交通拥而不塞，嘛显示交通作为已经有明显的效果。虽然放假，但是还是有许多的我们的公务员以及义工、志工大家牺牲假期，这点我们要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致上敬意跟谢意。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次过年期间，坦白讲，台南的观光人潮大概有呈现2位数的成长，有10%、有13%，还有住宿人潮也是成长。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大家都过好年，可是交通是拥而不塞，拥而不塞，然后这个挤而不爆，这就有赖于事实上我们交通局以及我们的警察局的同仁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不管是动用 APP 也好，或是用空拍机来做一个即时路况的疏导也好，其实大家都非常努力。会中嘛，因为乐团演奏迎春节愈走愈紧，嘛，互市长提来做文章，希望市政的节奏爱愈来愈紧，愈符合市民期待。台南新闻顾问之何乔邦采访过的。农历过年以后，上届闹热的就是2月14号的西洋情人节。台南市特别甲9大宫庙合作，推出元老相依的签诗，除了要让外国朋友来台南认识咱的传统爱情文化，借此找到真爱，嘛希望营造友善寺庙环境，努力拼观光。为何外国朋友买当体验有台湾味的西洋情人节，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大天宫，带人用软桥卡、求红线、求元老签诗等等，来感受台南特别的爱情文化。其中求元老签诗的跋杯所求到的签诗，嘛拢有英语甚至日语等3种文字，嘛互体验的外籍游客一清二楚，感觉真有意义。抽签者呢，他的苦尽就是准备结束了，苦尽甘来的时候到了。那刚好我们 Mara 是单身，那他也说，他也希望月老的给他的这个签诗能够成真，他也希望他的好的姻缘能够慢慢的来。那他说今天他觉得这个活动相当有趣，而且呢，签诗对于他来说，他一个外国人来说，他可以看得完全了解他的意涵，他的翻译的字也用得非常的简单明了，所以他觉得今天这个活动相当有趣。西洋情人节要到了，那有许多国际观光客也来。当他们知道说我们的寺庙有提供一些月老签诗的服务，而且是双语，甚至是3语还有包括日语日文的这个服务的时候，他们一定更乐意来。其实刚刚大家看刚在月老庙里面也有看到了好几个许许多多的这个已经终成眷属的外国人，他们纷纷把他们的结婚喜卡来放在那边来答谢月老，就可以知道事实上已经有相当多外国人知道了。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要打造一个台南成为一个对爱情友善的都市，希望说天下人有情人终成眷属，有爱的人都来台南。根据了解，敢若大天宫的元老，平均每一档成功媒合300对的新人，现在搁来替外国朋友找真爱，别号码讲笑也不愈来愈重。对此，市府强调，对元老相依的签诗来改变，主要是推动英语成为台南第2官方语言，更是营造爱情城市加友善庙宇的具体行动。台南新闻顾问何乔邦采访报道。
强足清水祖师圣诞，四群新龙山市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2月9号暗时举办平安宴，开了155桌，宴请各有奖甲顾问团。10号会在东头戏过平安桥，软桥卡的科仪，互信众会当消灾解厄保平安。首先吼，清水祖师平三上香礼，一上香，再上香，三上香。文中强祝咱清水祖师吼，佛诞千秋，庆千秋吼。全台开基四群星龙山寺为强祝清水祖师佛诞，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9号暗时，来自全国各地友奖纷纷前来为清水祖师祝寿。为感谢活动圆满，庙方设开155桌，宴请各友奖以及顾问团，感谢因的大力决定。吴主委，咱的陈副主委、总干事、各位委员，大家对咱着交配景的服务会非常周至，嘛是咱祖师爷心里很热，会当保庇大家。所以为特啦，请甲管理员的各位委员，非常最各位敬意甲谢意，嘛要祈求咱清水祖师礼为众神，心里很热，会当保庇在座各位长官贵宾、各位市大乡亲、各交配景的好朋友，大家都当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诸事大吉，猪年行大运。我相信大家的加油中，对着宗教的信仰有目共睹，也希望咱的清水祖师，比如咱这众信徒代表，会当南点北龙愈来增强，当咱东南西北无归零，春夏秋冬福起来，咱的主任委员。也甲咱的组织委员，甲咱台中市的最高领导，再次感谢大家挂下人民，祝大家咱身体健康，吃饱食，所有民众大咱钱。祝寿仪式的当头戏，就伫咧10号早时登场，满人潮，拢是要排队要过平安桥、软桥底的信众，希望会当得到清水祖师的保庇，消灾解厄保平安。咱过这平安桥吼，甲软桥甲，就是吼。互你一寡歹的气，好的留落来，互你会当过来，当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吼。这只嘛，阮头足感谢啦吼，咱即马新任的黄伟哲市长吼，嘛足对咱的祖师公非常的虔诚，短2、3天，来要4抓，来4抓，我甲咱祖师公吼祝寿啦，软桥骹会再透早9点伊嘛是过来过咱的平安桥。甲软桥骹，祈求讲会当咱的规个咱的市民这新的一年拢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过年期间，真侪民众拢会前往各寺庙行春求平安。四群星龙山寺伫这个时阵，嘛拢会举办过平安桥、软桥底的科仪，真侪信众拢会全家做伙参加，护法师消灾解厄。庙前满人潮，会当看出清水祖师爷的神威显赫。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过年放了真长的年假，如果民众坐上久、姿势不良，或者是搬相当的物件，容易腰酸背痛，甚至长期出现脚会酸、下巴会痛，这个时阵就要注意是毋是坐骨神经痛。台南病医医师表示，如果是初期，会当靠着药物甲复健来治疗，严重者就可能要手术。所以要避免坐骨神经痛，上界重要也是要为日常生活的习惯来做改善。卫福部台南病院复健科医师林胜涵表示，其实坐骨神经痛大部分拢毋是坐骨神经本身出问题，而是腰椎的神经引起的。因为长时间的坐上久、姿势不良，或者弯腰空隙、甲搬重的物件，容易造成椎间盘来痛出来。依照痛出来甲神经压迫的程度无同，会产生下背痛、下肢酸麻等症状，也就是俗称的坐骨神经痛。初期用的靠药物甲复健来治疗，严重者就要动手术。对此，医师也提出几点的居家复健运动，并且改变生活上的不良习惯。
其实这个下背痛，尤其是这个腰肩椎、椎间盘突出这类的患者呢，平常在家里呢就要注重一些生活习惯，那以及在家里执行一些居家复健运动。生活习惯的改善，比如说像我们在弯腰捡东西的时候，避免去做弯腰这个动作，而是用那个蹲下来代替，这样就不会去弯到我们的腰。那再来就像是工作或者是需要长期弯腰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护腰来保护。那只不过就是休息的时候要记得拿下来，不然如果一直让护腰帮你撑着的话，可能往后的腰部的肌肉会比较没力气这样子。那像搬东西的时候呢，尽量靠近自己的身体，因为你如果拿远的话呢，那个力举就会比较大一点点，这样会伤害我们的腰。居家复健运动类似核心肌群的训练，只有加强核心肌群的肌力，才能帮助脊椎的再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020年第10届立委选举，台南新增加一席，选区就伫新化、永康甲新市，所以原创全为了扩大服务，再次展现参选的决心。除了伫个选区陆续挂上竞选扛棒。新春期间更加是勤走基站，希望会当先争取到党内初选过关。已经换上选立委8新的创全，对2005年选调议员以后，伫多年来政治历练以后，有机会总是想要进一步扩大服务。虽然有亲近东区的优势，不过为了避免甲共党现任的立委林俊宪、王定伟选区冲突，所以选择来挑战台南新增加一席，也就是永康、新市甲新华选区，希望用新立委、新气象来振兴当地经济。觉得现任的立委表现得好，我们继续给他支持，所以我选择到新的一个区域。那这个新的区域等于是台南的第6席。那对我们来讲，我是一个新人，我去到那个地方算是一个新人，但并不陌生，因为过去我曾经担任过这个主委2届，合并之后的第1届、第2届民进党的主委，那所以我是整个这一区里面的人事、地物跟问题我都很清楚。那所以说我前进这一区的话，一方面我没有旧人的包袱，但是我有新人的这个理想跟冲劲。那所以我在这一区希望能够旗开得胜，未来把这个中央跟地方的政策能够连串。面对永康、新市甲新华这新的选区，创全强调，伊虽然是新人，不过并无生分，将以具体政见来争取选民认同。当然，因为我们可能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我们党内会进行那个电话初选民调，所以这段时间，包括过年期间呢，我们也是马不停蹄，在永康、新市、新化这个各庙宇、各地方去那个拜年。那我们也深入菜市啊、黄文市场各部分增加曝光哈，然后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包括我们未来也会即将提出我们的一些政策，针对这一区，我们应该可以提出一个中央地方可以互相连结合作的一个政策，来这个让选民认同跟支持哈。当年台南新增加一席的立委空间，共党的议员林锦已经表态参选。另外，竞选市长失利的高书坡，过年之前嘛伫永康设立服务处，展现参选布局的动作。加上时代力量等第3势力嘛表示未缺席，看来到时选战一定是强棍。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
近年来，因为资讯发达，有关台湾各方面的历史研究资料也渐渐普及台面，引起世界人类学者真大兴趣。议员李启伟将伫2月15号邀请会议权威林玛丽医师，伫台南市会举办一场有关台湾会员的演讲，邀请民众踊跃参加。议员李启伟表示，亲像因这代少年人所读的册，虽然脱离不了统治者的威权教育，一直到出社会才比较有机会来接触到台湾的真正历史文化。为了增加台湾人民对家己身份的认同甲探讨，将伫15号下午邀请血液权威林玛丽医师举办一场有关台湾血缘的专题演讲。咱长久吼，即款的一个教育之下吼，嘛不怪吼这。咱吼本身吼有哪对吼咱家己吼这身份的一个认同吼，国家吼的认同吼有哪会安尼错乱啦吼所以启伟吼有哪吼非常的敬佩吼，遮的一寡吼学者吼会当为吼语言嘛好吼，也是这考古吼，也是这植物吼，也是讲这林玛丽医师吼这血液吼各方面吼不断吼这研究出吼这台湾吼是吼这。南岛语系民族的一个发源地啦吼。因为林玛丽医师是台湾专门研究血液的专家，伊发现台湾甲整个南岛语系的国家，伫血缘上有淡薄仔关系。议员希望透过这场的演讲，会用的，互大家对认识家己的身份有所帮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今年是第一年，金华集团甲成美社会企业合作，为2月份到6月底安排伫旗下的酒店展出小山猪壮游宝岛雕塑展，希望会当将具有台湾生命力的原住民艺术介绍予大家了解。小山猪壮游宝岛巡回展2月1号伫台南精英酒店盛大举行，将近50只充满故事而且有特色的雕塑作品。即马伫酒店各个角落拢会当看到，这些作品拢是由排湾族艺术家巴豪兰受到新美社会企业邀请所创作出来。每一只的表情甲动作拢无同，互观赏者有满满的想象空间。第一站的话呢，我们特别呢选了66大顺，36只不一样的山猪。然后呢，我们的摆动爷爷，我们的陈董呢，特别加码他个人的收藏，就是5福临门，5只青铜很重哦，你要搬也不太能够搬得动，5福临门哈，所以这是第一站在台南精英的展出。那整个集团这样加起来一共会有不同的约50只不同造型的山猪。原住民在台湾的状态就有点像这个猪，怎么形容呢？猪，我们每个人都要吃它的肉，我们要拿它养小孩，拿它养育我们的生命的繁衍。可是，没有人会谢猪，所以这个猪的情况就有点像台湾的原住民族，它很重要，可是大家都视而不见。在台湾，它不是主流。小山猪壮游宝岛首站来到台南精英酒店展出，艺术阁会前往台北金华以及泰鲁阁精英酒店做巡回展。主办单位嘛，希望透过这个展览，会当让大家关心原住民部落隔代教养以及教育资源欠缺等问题。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已经营运15档的大唐中营酒店合作契约到期的时刻，大唐甲中营继续签下10档的合约。大唐表示，酒店融合了历史资产，希望会当打造一个兼具人文气息、艺术甲历史的休憩空间。伫台南在地经营15档的大唐中营酒店，伫2004年首创国营事业甲民间企业共同经营旅馆，15年来双方合作非常欢喜。对此嘛决定搁要续约10年。29号上午伫酒店举办隆重的签约仪式，期待打造低碳热火的目标。将会对房间、餐饮、工程3大面向开始。台糖公司现在在推循环经济哈，这也是国家未来一个很主要的方向哈。那我们希望把这个循环的理念在这个地方能够落实，那也能够让旅客在从这个体验当中能够更了解，循环经济对整个国家或者未来的整个地球的发展，其实都是一个好的方向哈。那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能够宣扬这样的一个理念。
台糖的企业，它代表这个是等于是公家国家的企业。那我们长荣呢是代表私人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企业。然后两个公司的合作，我们希望这个未来呢能够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那我们台糖长荣酒店呢，肯定会变成一个台南的一个最好的地标。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优质，让客人能够服务满意、有价值。这个是我们对于未来10年的一个期许。面对竞争愈来愈激烈的饭店市场，台糖中央酒店以着富城文化、在地情怀出发，并加入创新的理念，营造酒店具有人文艺术的环境，并提供更加有温度的休闲空间。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市府教育局为1806年开始推出课后英语班，用活泼的课程增加学生学英语的成效。所以，即马主动参加的学校也愈来愈多。教育局希望学生会当主动开嘴讲英语。这几年，教育局积极推动双语教育，为了有效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除了推动专英语上课以外，嘛举办侪英语相关的活动。伫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宣布推动双语国家的政策后，双语教育嘛被更加重视。教育局长郑信辉表示，双语教育的重点之一就是老师嘛将会对师资做盘点，提供学生适性的教育。以适性的观点普遍性的部分呢，我们怎么样让每一个孩子都有这个比较好的英语教学的一个环境？那老师应该是最基础的，所以我们会持续在现有的师资再去做盘点，那让更多的英文老师他在课堂当中是可以全英文来上课。那当然考量到孩子不同的程度，那么慢慢渐进5成、6成。到7成，其实我们年龄越小，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是脸皮最厚，他最敢开口。所以台湾的英语教育大家都受过，可是都不敢开口，这是一个最大困难、最大的问题所在。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扎根整个英语教学，让它普及在课堂当中，沉浸式的，老师有这个很自然的去表达。现在除了原本就有的英文课以外，教育局嘛伫1808年的新课纲扩大来举办课后的英语班，以着活动式、生活式的教学。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成效，嘛希望鼓励学生开嘴讲英语，互双语教育会使对细汉定根。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6度到25度，袂落雨。海面电光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2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